Hello，今日同大家講下靜心冥想嘅好處。都市人面對緊張嘅生活壓力，身心隨時爆煲，大家抽一啲時間時進行冥想靜觀練習，可能會帶嚟意想不到嘅舒暢效果。海外唔少研究指出，定期進行冥想或者靜觀練習，有助舒緩心理壓力，對抗焦慮不安同緊張嘅情緒，重拾快樂同幸福嘅感覺，同時可提升記憶力同埋專注力。都市人不妨每日進行10至20分鐘嘅冥想，讓大腦同身心都放空一下。冥想好處：提升大腦嘅專注力、記憶力，身心放鬆。練習期間可以降低血壓、心跳率、呼吸頻率，幫助入睡，改善睡眠質素，減輕抑鬱症狀，舒緩痛楚帶嚟嘅負面及不快情緒，舒緩壓力，減低焦慮、緊張情緒，令人有舒暢、幸福嘅感覺，有助心平氣和、冷靜處理